再來看賽車使用自動駕駛的輔助系統嘛，愛設立哦。最近伫高速公路的第八交流道，都有一台車向失控去弄到安全島，安全的裝置嘛自動來啟動哦。駕駛是講伊向誤行，嘛講伊是有用自動駕駛。專家就提醒講，就算有自動駕駛，賽車嘛是愛注意，袂當傷可惜。一台轎車完全無打動，就安尼弄去安全島，連邊仔頂佇塗骹的塑膠筍嘛，互人弄甲飛起來。拜是第八交流道附近發生嚴重車禍，警方指出，賽車的42歲查甫駕駛載5歲查某囝佇車頂，當時有使用自動駕駛輔助系統。因為家己一時誤行，才出車禍，好加在車頂的2個人攏只受到輕傷。我覺得自駕這種東西可能還是需要一點調整啊，上面的人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應該是還是以輔助為主，不能光靠它啦。使用自動輔助駕駛並無法應付所有突發狀況，如未注意車前狀態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亦將吊扣或吊銷駕照。汽車業者指出，車速真緊的時，自動輔助系統佇挖緊停止的物體，也是慢速的車輛的時，可能會因為辨識能力無夠，我都隨判斷頭前有物件愛打動，就會發生事故。尤其自動跟車的車子，它一般是偵測物體移動，但是有一些物體沒辦法移動的話，有一些他們的跟車系統或是自動剎停系統會沒有辦法去辨識這一個物體到底是什麼東西。因為它沒有移動，所以它也沒有辦法採用緊急的剎車輔助系統去幫你緊急剎車。警方提醒，使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時，賽車的人應該愛不管時保持專心。輔助系統只是輔助爾爾，袂使靠勢自動駕駛，避免因為一時無注意出車禍。記者杜君豪，新潮報道。